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俄罗斯被指称对美国共和党数据库的网络攻击问题。白宫就乔拜登与普京的电话会晤发表了书面声明。拜登总统强调，俄罗斯需要采取行动阻止黑客的活动，并表示他们决心继续应对黑客构成的更广泛的威胁。拜登总统说，美国面对一切挑战将极尽全力保护其人民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批评美国禁止更多中国公司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我们将阻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总统乔拜登于7月3日签署行政令，将一些中国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综合报道，自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发动多轮攻势，频频与阿富汗政府军交火，当地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塔利班组织9日声称，该组织已攻占阿富汗西部与伊朗和土克曼斯坦的关键过境点。塔利班发言人说，阿斯拉姆加拉港口现在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白宫发言人真普萨基周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下周5 15日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举行会议。现已进入第4任期尾声的默克尔已表示，他在9月的德国全国大选后下台。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党党魁和宗教学者茂拉纳·法兹鲁拉·赫曼和巴基斯坦伊斯兰社会党领袖希拉杰·哈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说，称赞中国政策，称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声明中对中国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一字不提，一言不发。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周六表示，将以反垄断为由，禁止腾讯控股公司将国内最大2家视频游戏和流媒体网站虎牙和斗鱼进行合并。据报道，腾讯在上游网络游戏运营服务市场份额超过40%，虎牙和斗鱼在下游游戏直播市场份额分别超过40%和30%。2020年欧洲杯决赛将拉开序幕，历史上首次进入决赛的英格兰队将在伦敦时间今天晚上8点，在伦敦温布利球场迎战第2次夺冠的意大利队。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卡西亚的首席执行官说，日前针对该公司的勒索攻击事件已经导致全球800至1500家公司受到影响。美国当局称，设在俄罗斯的一个团伙似乎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美国联邦调查局指责这个团伙今年5月对全球主要肉类加工商 JBS 实施了勒索攻击。